然后深蹲的时候，记得就是要顺顺的下去，然后核心要出力，对，像这样子下去。この番組は双子星三冠王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菜鸟出任务，老鸟不能输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没错，就是上次台语自修室的那个怡怡。我们今天要用快问快答方式来采访这边的职员，然后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第一位职员登场，耶！欢迎你。那请问你怎么称呼？我叫四谷千，我们等一下会采访你10个问题，总共10个问题。是，请问你会紧张吗？超级。超级好，反正那我们就马上开始第一题，好吗？我们就不要有那个紧张，我们马上开始第一题。OK， 那请你稍微简单一下介绍公司。我们公司就是一个卖网络跟卖机上盒的地方。哦，卖网路哦。对，就是宽频网络。宽频网路。好，那请问你在这里工作几年了？大约5年。5年。对。请问你在公司里的职位是什么？算是企划美编哦，类对设计，就是本业是这个啦。本业是设计。对，我是设计，但是因为近期外务有点太多，对。哦，所以你一个人身兼蛮多的工作。哦，没错，原来如此。对。那你觉得你做这个工作会需要用到的技能是什么？你会很需要沟通，对。原来是沟通部分。需要沟通。那请问你平常有什么兴趣吗？我的兴趣就是健身，我喜欢重训，哇，跟骑车，对。那对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出一个简单的小问题来问问你，请问哪一位不是 YouTube 的创办人？哪一位不是 YouTube 创办人？来猜猜看，猜猜看。我猜，这个。猜陈世俊。陈世俊，恭喜你答错了。陈世俊也是 YouTube 3个创办人之一。哦，那你再猜一次好了。真的吗？对。好，我猜这个好了。没错 ，Kevin 是 IG 的创办人。那你在工作上时，就是会遇到什么困难？遇到一些厂商或者是难以沟通的问题。B 就是社会性，就是难以沟通，美感不足。对，大概是这样。那如果遇到像这种困难的时候，你平常都怎么化解？就是有一种压力的感觉，怎么化解？喝一杯啊，不是 B， 不是健康，我忘记就设定了，我忘记是设定了，对不起，人设有点跑掉。就是喝一杯。对，就是晚上就去疯狂的重训。对，没错。那你会怎么形容你这职位？社群小编是被委托社群方面的工作，对，本质是设计，对。因为你现在就是有在做一些关于社群的，就是一些工作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再考验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流行语吗？流行语，流行语不是流行语，不是流行话的那个流行语。是流行语，知道吗？知道哦。那我们要考验你3个词，然后让你猜猜看那是什么意思。OK， 好。谁啊？周兴哲的歌吗？对，就是对。那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妹扑就是有点，就是它就是新的 QQ 的意思。对，差不多。因为我那个年代都是 QQ， 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我这个年代还是 QQ。哇，真长青呢，长青颜文字。好，那第2题哦。好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史密斯。史密斯，我只知道威尔。你知道史密斯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不知道。所以你不知道史密斯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史密斯是什么意思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史密斯，史密斯就是什么意思？谁有 get 到吗？有 get 到了吗？我懂了。史密斯就是什么意思？到底谁创造那种简语文化？不知道，强烈谴责。跟这个呢？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你知道？这本来想拒绝，但是对，金额太过庞大，它的原意是这样。那你知道是哪个漫画出来的吗？等一下，我知道，但是3个字的漫画，但是
刃牙啦，我们都会讲刃牙。所以这个是一个乡民会用的词吗？对对对，本想斥责，但实在是太大了，这样。就是那个钱很多。对对对对。但是我们还是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想要就是可以请你分享给想要来电视台这种性质，或者是做像你一样就是社群的工作的一些同学，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？就是多注意一些就是线上的 YouTuber 他们在经营的一些这个小技巧，或者是他们在做一些缩图或者是色标，或者是在用什么的，反正多观察。那需要知道 YouTuber 的创办人是谁吗？YouTuber 创办人是谁？我觉得是还好，可以稍微知道一下。所以猜错也没关系。所以没关系，这一集他们就知道。对，他们现在就是知道了。那他们需要健身吗？会不会太累？就需要非常需要，要先有体力才会想做这个工作。没错，而且这是一个发泄压力的管道。对，如果去健身房就一直这样。对，然后回家就一直这样。回家这个不用，这个不用，就是你要一直强健体魄，强健体魄。我们是健康的工作。没错，我们很需要强健的体魄，对，发泄压力也需要。那我们今天好快哦，真的是太快了吗？快问快答。我们有在坚持这个本节目的宗旨，快问快答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还是你对下一个采访的人提醒他什么？提醒他什么吗？摄影棚记得开冷气，热。因为真的太热，真的还蛮热。OK， 真的好，拜拜，拜拜。这样子，对。要做几组啊？那一次做，我大概会做6组。哇塞，超级多！健身狂人， 6组算少的。